恒指今日嘅波動其實係三大勢力喺度較緊力啊。第一勢力金融股、銀行同券商憑住高息回購呢兩招，實實在在頂住個市底，係大資金嘅避風港。第二勢力科技股，雖然跟住外圍有調整，但有真技術、現金流強嘅龍頭機構正透過 ETF 密密收集。港交所推出科技100指數，就係想俾呢批新經濟股一個更清晰嘅價值尺。第三勢力係內房股，中央落場話要化解樓市風險，市場即刻重新執位，質素好嘅央企同龍頭民企而家變成關鍵嘅政策棋子。重點係呢度啊，恒指已經擴容到超過500隻股，港交所明顯想推高創新企業嘅能見度。當前格局好清楚，就係金融股收息托市，科技股俾增長想像，內房股就跟政策節奏發力。呢三條線點樣輪動，就決定恒指能否突破區間。想早一步睇穿資金點樣輪動，記住追蹤我哋，每日早市同你拆局。